要学好客家话也可以很轻松。屏东育英国小落实文化扎根的方式，是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开口说客语。我们希望小朋友在这个学校的学习，它是一个全面的客语文化的一个吸收，而不是点。顺，西赏好必顺。客语彻底融入生活，客语拼音教学是不可或缺的基础。万事起头难，孩子们个个下足苦功。我觉得拼音很难，可是我都回家把它重写很多遍。念课文的时候，把客语的追念成台语的追，班上同学就一直笑。有时候会不会拼音，但是学起来之后就发现它变得很简单，很容易就学会。为了提高学习兴趣，小惊喜是必须的。老师要发礼物哦，请你们要排队哦，有礼貌，好，去排队。教会孩子说客家话，品格教育也很重要。生活客语课，让大伙儿能从日常生活的题材中更加了解客家文化。来，烟毛个板，烟泡泡吧，跟我的面泡板，很像毛巾，因为它很像毛巾。大树下来唱歌，孩子们更加无拘无束，将客语童谣唱得热闹滚滚。在育英国小这个客庄大家庭里，客语早已成为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。上课喽！我有礼貌，我有礼貌，我有礼貌。